咱三甲比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走啦。小间的百姓啊，应该着唱歌，以色列啊，着欢喜来叫；耶路撒冷的百姓啊，着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案，赶出你的对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伫你中间，你免阁惊灾害。请大家三甲起立，咱来吟圣诗709首。咱三甲暗头用主角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
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死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受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大家来启应，启应第23篇，伫圣诗后面，是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无为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大家齐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要来啊！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咱三家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你的圣日，是夏我的圣日，互阮用欢喜、用快乐的心来参加今仔日的礼拜。主啊，阮若是有得罪你的，求主来赦免。阮有的心内也阁有烦恼忧闷，求主来安慰，互阮会当圣洁、快乐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啊，阮为着肺炎。伫台湾无搁较严重，来感谢你，互阮会当渐渐会当恢复实体的礼拜，互较侪人会当搁转来教会，求主继续来怜悯台湾。最近大家开始拍疫苗的第2届，学生咧拍第1届，求主特别来保守，有好的效果，大家嘛会当平安。即个社会因为肺炎。有足侪人心内足惊吓，无平安。求你的平安会当特别临到。主啊，嘛求你帮助阮逐个人，互阮伫平常时会当有好的见证，互别个人看到阮，就就像看到你共款。互你的平安会当透过阮，会当传互身边的人。
教会的事工嘛，因为迄样有足侪改变，吼。啊，求主帮助教会，帮助同工会当有智慧，会当知影安怎去面对即个改变，哦，互阮伫即马10月到12月的事工，嘛有好的效果，互教会会当伫社区，伫即个社会，继续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求主来保守，来引带。阮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赞美，请雅音合唱团，因要唱的歌是诗篇23篇。咱多谢嘉音足水的歌声。
煞遮来读圣经。啊，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是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甲第12节，甲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甲第7节。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甲第12节。第1节讲，到第7月，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的城。迄时，百姓亲像一人，拢住址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请结学士以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来，就是耶和华所万命令以色列的。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带律法甲讲会前，赫男赫女已经记纳听了话晓伫的面前，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对天光到日头，伫众男女甲遐个话明白的面前读伊。百姓按耳孔听律法的册，结学士以斯拉徛伫因为着即个事所备办的茶台顶。伫伊的身边有马太提亚、西马、阿乃亚、乌利亚、希列加、甲马西亚徛伫伊的正边。毕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孙、哈伯大纳、撒加利亚。甲米苏兰徛伫伊的倒边，以斯拉徛伫众百姓的顶面，伫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即本册。伊一个掀开，众百姓就拢起来徛。以斯拉学了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拢举起手应讲：阿免，阿免。就额头面向地敬拜耶和华。就巴尼、示利比、雅敏。阿国、沙比泰，荷花恁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伊阁甲因讲：去啊，恁去食肥的米，啉甜的味。无备万米的人，着吩咐伊，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对安尼，利未人安慰众百姓，讲着静静，因为今仔日是圣日，毋通忧闷。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欢喜，因为因明白所传互因的话。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甲第7节。第4节讲，着常常踮伫主来欢喜。我要搁讲伊，着欢喜。恁的顺良，着对众人显明主权啊！一概无底决路，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pār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行出来的人。讲道，题目是喜乐的秘诀，请张牧师。咱来甲咱的少年执事拍一下扑仔咧。伊敢若读遐个名，我就足钦佩啊！10几个人的名，佮读甲遐顺，无简单吼。啊，真欢喜咱即个少年的执事伫台湾话方面啊，佮有真好的作务吼。咱真欢喜，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将盘过人想会到的平安赏赐互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一个真水秋天的早起。愿众人对4面8方来聚集伫你的圣殿，阮伫遮来尊崇、来敬拜、来学乐，也甲水门前遐个上帝你的百姓同一样，要来听你律法的册。也毋望阮听会明白，也知影你对阮的旨意。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阮的人生的中间诚做你所牧养的羊，一生经过青翠的草坡，嘛捌伫安静的水边。阮中间也侪人捌经过死荫的山谷。若是上帝你用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扶持，引带阮到伫今仔日。主，阮感谢你做阮的牧者，
求你继续安尼来引带阮。虽然阮还阁有对着，阮还阁有侪忧闷灾难，都是求你，互阮伫阮的对着面前，甲阮摆设筵席。求你用你稳定的油滴伫阮的头壳，阮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主啊，阮恳求你继续来帮咱扶持。虽然明仔载阮会拄着甚物代志，阮毋知。阮头前人生的境遇，抑阁有偌济必须爱去面对，爱去赢过的灾难甲试炼，阮毋知。阮只有知你是阮的牧者，阮嘛只有知，迄个明仔载也是伫上帝你的掌管的内底。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阮遐所存的人生的中间，会因为靠主所得到的喜乐，成做阮的力量，成做阮的愿望，互阮存着喜乐的心向前来跑走。阮今日伫你面前学习。求你亲像伫水门前遐百姓一样，阮听了明白，来大大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我毋知你感觉哪，咱伫这2年的中间，确实是心情一直受到这个疫情的变化影响。一开始咱是惊去难道去无意中去捌着病毒咱所确诊所以咱会感觉焦虑吼。到今仔日嘛会安尼，今仔咱出去的时阵时常会提醒家己，转来就爱洗手啦吼，尽量漱口啦，会通做咱尽量做，总是嘛是抑阁会烦恼，会惊吓。咱若交代咱的囝儿、咱的厝内的人，大家爱真注意。即种的焦虑感到今仔日抑阁是咧，也为着讲无法度通自由来活动吼。有时想讲要去看什么人，总是嘛惊同人会烦恼，讲你会带来病毒吼，有足侪考虑，所以感觉真烦躁。我想也感觉，咱即摆要计划代志真难，咱甚至毋知影一个月以后疫情变化到什么款。所以感觉真无力感，特别阮伫9月咧释放的时，即马就开始咧准备10、11、12月3个月圣诞节咱要哪有备？圣诞节迄个时阵疫情到底什么款？其实咱教会今仔日应该爱改选中集，总是咱无人调好会，所以也无法度通毋知要用到当时要安怎做。有足侪代志煞毋知要安怎计划啦，你嘛毋知影讲我即马计划到时。计划会赶不上变化，也因为真烦躁，所以定会甲气发伫咱边仔亲人的身上，会引起冲突。所以这2天讲这个疫情的中间，家庭暴力的事件加足多吼。毋过大家心情都是真郁卒真嘛。有的是感觉无法度通去看厝内的人，心内感觉真孤单。咱一寡兄弟，咱的亲人拢伫国外吼，要甲因见面，可能敢会通用视讯、用各方面，咱嘛毋知影到什么时阵才有法度通见面。所以足侪疫情一波波全民敢若拢伫大闷锅内底吼，迄个闷，有一点闷的感觉。其实这拢是负面的情绪啦。咱嘛知影讲，这对咱真毋好吼，对咱的心情、身体。活动即种的负面情绪，甲咱控制逐工的生活，所以要安怎来改变即种的心情？所以咱需要有小确幸啦吼。顶礼拜我想大家小可欢喜一事安尼，恭喜恁大家一人领5000块，5000块是小可小确幸啦吼。无咱嘛出去食一顿还是安那，是还未领到咱的心情啦。小确幸嘛是即几年才开始。新的一个名词，听伊讲，即个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吼，伊发明出来，我想即个随常是甲咱提醒，伫咱的生活中，确实有真侪，你会通真简单就感觉讲，我是来足福气的，我是来足福气。毋过这必须爱
家己自我去提醒。比如讲，咱今日来做礼拜，你毋知感受到讲哇，即马较凉啊，秋天即个太阳照落去啊，无像前几号足翕热足艰苦。即个太阳我会通照到这，我会通行出来，我会通行路，我会通伫即个所在，我看到青翠的草啊，我看到一蕊真水的花。我若无刻意去甲想，我袂感觉幸福。所以我若刻意去甲想，足侪人无多人亲像我安尼享受即种的福气，是真简单啊，真平凡啊。你若甲当作是当然，这种袂带来任何的幸福感。所以小确幸需要培养出来，家己爱去培养，爱去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真好的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咱逐工起来的时阵，就是若用感谢、用喜乐来面对。咱若搁较注意一丝啦，注意一丝啦，检查你会通有足侪遮个幸福的感觉。所以我咧看，我毋知你有同意安尼？有一寡心理学家咧讲吼，人要快乐吼，是去学出来，去培养出来。你需要刻意去培养，人吼较常时较拢较负面啦吼，就足侪代志是感觉理所当然，本来就是安尼，无感觉有任何迄落。总是你若刻意去培养去训练咱家己去注意生活中的小确幸，可能咱的幸福感咱迄种的感谢喜乐会较侪。所以我要讲到今仔日啦，即个。美英姐也伫遮啦吼，美英姐吼，我转来了，捌听伊一届演讲，迄届演讲伊的题目叫常想一二啦吼，毋知恁会会记得袂？是少年团契、妇女团契讲的。常想一二的题目，常想一二，真趣味，有介绍讲即句话是为倒来，我真正就去网络去查吼，确实是即个有一个故事的，台积电张忠谋。当然好出名的人，就大家就去甲求啦吼。讲阮入新厝呢，阮望你送我一个匾额啦吼。互我会通吊伫厝安尼，感觉加真请呀，加真公平。讲我字真歹呢，伊讲无要紧啦，你现在写了几句。张忠谋就甲写常想一二啦。大家毋知这什么意思啊？我常想一二是安，迄个张忠谋伊就甲开玩笑讲是安尼啦。人来入来讲这字遮尔歹。就甲你嫌的时阵，你就讲我就想到张忠谋无至少嘛有一两项好处啦吼，伊人也袂歹，就我求伊就互我，想我一两项好的部分安尼，意思是安尼。所以当然因朋友知影讲伊是咧开玩笑，毋过来解说就是讲，咱定一句俗语咧讲，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敢毋是安尼吼？咱拢捌听过即句话，人生不如意的代志是占8、9，总是无至少嘛，还有1、2。我们至少还有1、2足感恩的事。你去常想1、2，然后头前迄句就是不思8、9，莫去想迄个不如意的。我干那算我的恩典，我所得到的来数算恩典。你可能会较有幸福的感觉。所以，伫大闷锅的这个时代。咱来培养咱的小确幸，所以迄需要学习嘛。咱定定基督徒讲，你来凡事感恩，凡事感恩，毋是讲干那好事尔，包括你可能感觉讲，即个是要安怎感恩啦？上帝哪有我得癌？上帝哪有我生一个囡仔是即种型的？上帝是安怎互我迄落？即种的代志。包括伫凡事内底，凡事感毋是讲好事感恩的，是凡事感恩。所以要学凡事感恩是要安怎学起？我想咱都安尼来想，我伫什么情形下是才会感恩？逐个人感恩的迄个沸点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感觉讲我若一个月薪水1万块，我就足感谢。有人感觉我若无到100万，我可能无法度通感谢。迄个感恩的迄个层次可能无讲真共，
所以感恩的迄个程度，有人一丝丝来，为着感谢到袂了；有的人是你较侪互伊嘛，感觉讲也无够。问题就是讲，咱通常的感恩，拢是家己定的一个条件，拢是家己定的。我认为这个是好的，我认为这个对我是真互我有幸福感的，我才会感恩。所以咱大部分来讲叫你算讲你这世人到呾，你有啥物感谢的代志？我想咱大部分的人拢会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正面表列，我真感谢上帝，我食到70岁、80岁，我真身体也真健康，也会行路，我也会通人坐伫遐做礼拜。这个身体健康我经济唔免啥伤烦恼我真我做代志敢若也很顺利大家也真肯定。我的囝儿嘛无食毒唔免去工去甲探监我遮我拢真感恩。所以咱大部分要感恩的时候，你会正面表列，这就是这条件。所以我足感谢，是这咱需要咱感谢。总是有时你的感恩是为倒来，反面的对比。我甲隔壁迄个比，确实我已经足好偏偏食到70岁我今仔走总坐拢无问题，甲伊坐公车。阮隔壁迄70岁比起来的时阵，反面对比的时阵，你嘛感觉我真感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做是我拢会安尼来感谢。咱拢用家己本身做主体，去咧设家己感恩喜乐的条件。那安尼的时阵，咱的感恩会有限，咱会定定有一寡条件。我若安那阮囝若搁较我若搁安那，我一定会搁较感谢，我一定会搁较感恩。咱一定会，这个人的欲望甲咱随着咱时代环境的变化，你可能迄个要得到感恩的条件会愈来愈严苛啦，愈来愈多。所以咱家己设了太多的条件，递到你有时到迄个时阵无达到迄个就真失望。亲像我家己甲说讲，我应该到今年10月、11月，我会当我回去美国去看阮囝感恩节。到时候没有达到那一个，我就会失望，迄落。所以咱家己设足侪条件来做我喜乐甲感恩的条件。所以咱敢无法度通用另外一个角度，莫用我的标准，用上帝的标准来看代志，用上帝的标准来找喜乐。所以这句话真有意思传道书3章我想后礼拜是圣歌队要唱这条，敢毋是？万事为的时，伊会记后礼拜要唱这条嘛大家真爱所罗门王写的，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等等。总是到第12节迄个所在，所罗门伊的体验是天下万般拢有伊的记。上帝这个时阵，互你拄到这个代志。上帝伫这个时，互你面对这项条件，拢有伊的时甲伊的期。这个时期毋是你咧定的，是上帝定的。后壁这句讲，万事拢有伊的时，上帝造万物。后壁这句，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中文的圣经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上帝互我即马讲你歹势你有戏言。那照即句话来讲，伊感觉即个是你着言上好的时咧，成为美好呢。总是着言哪有可能会好？我可能搁活3个月、4个月，所以着言的中间，我一定足艰苦，我一定足怨叹，足侪怨切。所以，伫迄个你感觉无好的时阵，你搁较会去思考永远。后壁迄几个又将永恒放在世人的心里。后壁即句就是互咱去对照头前。虽然我即个时阵拄着这样代志，实在是我看哪看都无美好啦。总是因为安尼，就知影讲，即个世间毋是咱永远会通住的所在。我会去追求迄个永恒。
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你无法当切度。上帝为什么互我即个时阵拄着即个代志，互我遮尔艰苦，互我活袂落去？上帝无法度通伊的作为，互咱无通切度。总是干那一句上重要的话，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上帝互咱伫2019年年底拄着武汉肺炎即个代志，伊要这样代志成为一个美妙的事。要互咱伫即个中间去经验做迄个功课，所以上帝标准就是他的安排就是好的啦。不管你的感受是安那，你要用伊的好去感谢，不管你认为好还是歹的代志。所以你毋知有注意到无吼？咱最近咧读这哥林多前后书，前咱读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吼出现上最遍的是啥物？上帝看伊是好。我即摆佫转去甲读的时阵，感觉讲上帝认为每一天都很好呢。伊第一天上帝看光是好，第二天上帝看地是好，第三天上帝看伊是好，天天都是好的。上帝咧看逐一天，每一天拢是好的。这拢是第5天、第6天，几乎咱逐天的代志，上帝拢看伊是好。最后一章31节吼，上帝完成这一切创造的工课，包括人互伊自由意志，将来互伊足伤心的人，伊嘛看伊是好。看啊，一切都如此的美好。上帝看伊是好，若上帝看伊是好，是毋是咱来学习，咱嘛来看用伊的眼光来看这项代志？所以今仔日咱无法度感恩，无法度喜乐，就是的，就是咱定定用咱的标准去取代上帝看伊是好。咱用自设的标准，逐个人的标准佫无共，所以要达到我感觉我会通感谢迄个，你的条件也越来越严苛，愈来越爱下我的旨意。我已经真满足啊！我敢若想讲要有一台车通开，真正有一台车通开呢。我隔壁人迄是佫较高级的，就心里又不满足了。就佫讲这样我安尼佫不够好，我再佫买一个佫较好。人的欲望就一直愈来愈标准愈来愈悬，你达不到的痛苦嘛愈来愈深。我囝我应该叫读医学院啊。伊无读到医学院，我就足艰苦啊！迄个标准就一直这样子来定来定去，所以学习卖成为美好。上帝看万物，看伊是好。上帝会讲你即个人，你所拄着的代志，你所拄着的物件，上帝看伊是好。所以今仔日，如果咱用上帝标准来看你的处境，今日我活伫台湾，虽然疫苗供应都很不稳定，无至少冇疫苗通好打。咱有时嘛，佫甲非洲比，讲无至少咱散起来国家即马疫苗比咱佫较歹，要甲头前遐步入的国家比，咱佫比上不足。毋过对今仔日就是讲，互我活伫即个时阵，伫即个所在，上帝互我伫即个家庭，想使我即个配偶，互我即个囝儿，逐项遮的代志，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看伊是好，我接纳全部上帝伫我心意中的旨意，拢相信讲这有伊美好的安排。就是有一天真正我去拄着足艰苦心的代志。如果我一天拄着亲像约伯，无缘无故受到遐尼大的灾难的时，伊心内足艰苦，心内足侪疑问。上帝用38章去带讲我创造的时阵，我安那立地基，我安那互河马遐尼有气力食草，伊佫遐有气力，我安那互鳄鱼我怎么样？这奥妙你敢知影？上帝安那创造伊安排伊奥妙，你逐项都毋知，你即摆要接顺上帝的智慧甲伊的主权，你要安尼去了解伊伫咱生命中一切安排，你无法度了解，你敢若会通
用信心来接受。伊是我的牧者，伊听我，伊是互我拄着这个代志，伊看做是好。啊，那安尼我嘛应该看做是好，用较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今日咱要讲的这个，就是最近常讲到狩猎倒转来这百姓遐心意。啊，咱拢爱回顾这段历史，因为这对因的以色列因的信仰的历史真重要。这南国犹大伫主前582年，互巴比伦灭亡。这较有读册啊，较有影响力的，拢互掠去到北边，今仔日伊拉克1000公里以外。伫迄个时代，因要搁倒转来故乡真难啊。掠去到巴比伦，伫迄个所在，虽然毋是像伫埃及爱做奴隶，因有家己的自治区，啊，家己会通伫遐活动，总是至少因就是外国人嘛。伫迄个巴比伦帝国下面，伫波斯帝国的下面，啊，因家心内是思绪少年，有一天我会通转去家己的故乡，讲阮家己的话，伫遐来生活。所以因伫遐到波斯帝国起来了后，因才会通就同意讲，啊，无恁若自由选择要留在遮，要转去。所以因就开始有分做3批，是从掠以后50年以后，因才会当有自由通倒转去家己的故乡。所以已经伫巴比伦，伫迄个所在生活，第2代、第3代大概拢出世啊啦。咱即马早期你话先去到美国，即马因伫遐住50年，大概第2代、第3代拢伫遐生活。所以要倒转来，毋是遐简单的一个决定。还是一寡人对故乡的少年。所以主前536年，第一批所罗巴伯，伊就带一群人转去。因转去到巴勒斯坦的时阵，迄个所在原来因的故乡，当时跳蚤的城墙，等等拢无人建设，已经无人住伫遐。然后毋是干那无人住伫遐。附近遮的种族、迦南人、其他的族的人，就当然去住伫巴勒斯坦，因已经无人伫遐，因就去住伫遐，所以有外族的人伫遐。这甲今仔日巴勒斯坦甲以色列人一直咧冲突，同款意思。2000年无人住，哪有可能迄个所在空伫遐？巴勒斯坦的人就去住伫即摆以色列人，因感觉迄阮本来故乡，所以即种的冲突永远袂了。所以第一批转去了。所罗巴伯认为讲，咱今仔日国家灭亡，就是咱无敬畏上帝。咱来开始起祭坛、起圣殿，圣殿开始起无偌久，周围的人就反对，即个对立就讲啊，恁做这个代志，就是要反抗波斯，去告佯状，因就搁停起来。所以毋是遐尼简单要重建国家，到第2批就搁经过超过100年啊。主前457年的时阵，这是以斯拉搁带一批人转去。咱一批人莫想真侪人，是讲转去的人毋是真侪啦，已经经过遐久啊。所以转去的这被掳归回百姓，毋是真侪，照看是超5万人左右。转去耶路撒冷要伫遐重建。啊，这以斯拉转去了，当然就开始讲国家到今仔这个地步，咱就是拢无尊重摩西律法，无照上帝意思来行，咱的生活无过性别的生活，所以伫遐来带领一个这个信仰的复兴。第3批就咱今仔日讲的尼希米，尼希米已经伫波斯咧做官，总是为着故乡的代志。伊这应该是第4代狩猎的人的第3代、第4代的子孙啊，总是对故乡、对老爸故乡也佫有迄种的回忆。所以伫主前444年，伊请假讲我要倒转去，因为耶路撒冷情形非常的歹。你若去读尼希米，你就知影。所以第3批倒转来了后，讲。那安尼周围遮的外族一直要来甲咱欺负，咱若种做好，就来甲咱抢，所以咱爱甲城墙起起来，啊，来保护咱家己，啊，咱嘛较有一个向心力。所以尼希米是起城墙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倒转去了，就开始起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有迄个leadership， 迄个领导力真强，啊，所以53天，我想迄个城墙毋是真大啦。这百姓大家做伙起来做的时阵，53天就甲城墙完成啊。城墙完成了后，因开始一个聚会。我想咱去揣摩一个当时因的心情吼。咱在叙利亚爆发内战到今仔日几千万人拢流离失所。以前叙利亚迄个所在是足繁荣的，最近是阿富汗，逐个人一直要逃离家己的国家，这个政权遐尼残忍，啊，我伫遮。可能有危险，
海地是因为最近政权也无稳定吼，总统去互谋杀啊，搁因为迄地动啊，所以一直即摆拢走去伫美国，啊嘛真歹处理。欧盟这国家要去收留这难民吼，一方面是因为这无共款信用啊，内底咱毋知有偌侪基本教义派这回教徒，是毋是恐怖分子？啊，要装修嘛无迄个能力，诚做一个真棘手这难民的问题吼，这个是伫咱伫台湾看捌经验，着伫美国这个问题是时常诚做政治上一个真大的纷争。这个受掠的百姓，虽然无亲像埃及做奴隶，总是伫巴比伦，因是亡国奴，是外来的，是互看轻的，所以到今仔日共款，伫即个欧美的社会，有一寡偷渡难民、偷渡移民，因为无身份，所以去互压榨、剥削，伫人蛇集团内底，诚做即个廉价的劳工，趁钱真辛苦，摕钱才佫寄转去故乡，互因厝里的人。所以这个百姓真恶决定，我要住伫遮。来艰苦生活时，我要佫倒转去故乡，伫迄个所在来，这人到底什么款的心情？因实在是心情真大闷锅，真郁卒啊！台北的王朝，咱当时偌欢迎，大家偌好势，这个所在到今仔日，咱沦落到这个地步，未来看袂到望，已经无国家，因无国王啊，都无一个真强的领导者伫遐。所以我到底伫巴比伦做政治难民，还是我倒转去故乡来重建家园？这是当时遐百姓因必须要做的啥？终究是有一寡人倒转去到耶路撒冷，伫尼希米的领导下面，大家为着这个目标做伙来建设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完成啊。所以这个完成了，因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做一个仪式，7月初1。差不多是主前443年，这个城墙完成，大家心内真欢喜。因要起城墙的时候，你若看尼希米是一手举刀呢，那一手准备讲随时外地会来甲因攻击，一手则摕这个砖伫遐一块一块安尼装起来，因当时各宗派各宗族分段，这段你顾，这段你顾，这段你顾，真辛苦，把这个城墙拢起好了后，然后。终于完成到7月初1，以色列人开始会通较安心啊！迄时百姓像一人组织伫水门吼，咱知影耶路撒冷有10几个城门，每一个城门拢有名啦吼。咱知影美国有一个水门案吼，毋过这是耶路撒冷一个城门头前是较宽阔的所在，因伫迄个所在组织，城门附近拢靠有一个广场然后。以斯拉甲尼希米有设计过，因请经学师以斯拉，你将摩西律法的册带来，迄毋是干带一本安尼尔。伫迄个时代，律法的册是写伫羊皮，写伫什么款的，迄毋知偌大铺，偌困难才来送来到这个水门的这个广场。毋但安尼，因阁为着这个广场搭一个高台，伫迄个所在一寡领导者。就今仔日若要访问倒一个人，后壁拢徛一堆人共款。他阵读甲迄名，读甲足歹读，就是安尼。以斯拉徛在遮倒边，啥物人，所以真总是甲伊记录落来。因后经过设计，以斯拉读，总是读，百姓受教育的毋是遐济，听无，所以因就甲一寡利未人，甲伊分做伫遐，你顾即阵，你顾即阵。所以读到这利未人小可甲因解说，为透早到中昼，安尼想起来，大概4点钟伫遐咧做查经，小组查经啊。伫迄个所在来听，耶和华捌命令以色列的，耶和华上帝怎样以前对咱的祖先命令过什么话？所以当时随上，咱知因的心理，一方面倒转来了，喜乐总是残酷的现实，即摆已经。真困难啊！这70年、100年已经荒废啊！国家定位伫什么所在？咱要安怎来往前走？咱无一个领导者，外面有足侪在对敌，
因的灵性无得到培养。所以当年迄笔即个强的有力的领导者出来整合了后，因开始有一个愿望，无咱做伙为即个所在来开始咱，搁恢复以前对上帝的尊重。所以主动伫遐来组织，来个有人解说，所以迄是一个查经啦、查经会、读经会，律法伫遐宣读，然后用小组的方式，利未人分散逐所在，甲因解说。即个摩西是讲什么话？百姓听了，竟然就开始啼哭。伫迄所在听了讲，奇怪，原来咱国家会拄着遮个代志。今日咱会遮落魄，今日咱会遮尔困难，就是咱完全离开上帝道路啊！上帝早就通过摩西、通过先知，甲咱警告过：恁若无照伊的律法来行，偏离伊的道路，国家上帝一定用外邦的势力来教示恁，恁得该承受这悲惨的后果。这上帝有警告过，总是阮唔知影，阮也。祖先也无照安尼行，所以直到今日拄着这个代志。因伫遐啼哭的时阵，伫遐艰苦心，伫遐唔知要安怎的时阵，总统尼希米甲祭司经学师，以及遐个小组长、遐个利未人，甲众百姓讲，唔通哭。今仔日是耶和华圣的日子，因为你若开始知影问题出伫什么所在，若开始悔改。今仔日是主得胜的日子，你唔通忧闷，因为耶和华得到的欢喜，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你甲想即句话，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你会通对上帝得到欢喜，所以因心内是艰苦。我甲读起来是耶和华真欢喜即个时刻，真欢喜百姓认罪悔改的时刻，伊会欢喜。接纳这百姓因的悔改，所以安尼恁受着接纳了后，就会通得到迄个新的气力，甲上帝新的关系、新的能力。所以这是天父上欢喜的时阵，你唔通啼哭。人因为做来家己哀伤悔改，就是开始变化的时阵，就是翻转生命的时刻，就国家翻转的时刻。所以这是值得咱欢喜庆祝的时刻。如果你若也毋是真清楚我咧讲的什么，我就用路加15章，15章迄个天父喜乐，你就知影讲，迄种的喜乐就正做即个大囝、即个二囝、即个放荡主定心出发的开始。所以咱路加15章真大家真熟的啦吼。所以咱较定定去讲迄放荡主，总是我今日咱甲迄个。眼光注目伫迄个老爸欢喜，迄个老爸欢喜是比即两个囝更加欢喜。你也看足侪所在，咱着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死个活，死落个得着，所以因着三感欢喜。即个老爸欢喜，伊是非常欢欣鼓舞的。所以咱搁一届来回顾即个，大家已经真熟龙柱回头的披露。你安那咧看？真简单，即个人，迄个人物很简单，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囝。一个安尼放荡的小弟，一个两个拢真非常的疼。虽然因的表现真无共款，所以两个拢疼落心的一个老爸。你较欣赏倒一个？如果互你比较的时阵，你想你较会属于倒一个？你敢会想讲？当然，我想大部分基督徒认为我是迄个大囝，咱拢循规蹈矩。那角色扮演内底，我无够安尼遐尼放荡啊，遐尼无站实。我大概袂是迄个第二囝。如果你也是即个老爸，你两个囝即个情形，你安怎处理？你会通体会迄个老爸的心袂？咱一个一个来看吼，即个大囝实在无通嫌啦吼，伊毋捌孝顺因老爸的财产，无像伊小弟。甲讨讲，我用得的，你互我。即个囝毋捌伫迄个所在讲你的财产，我无开喙，伊心内有想无想，咱毋知啦。总是伊毋捌开喙甲讨。伊
小弟无伫遮，伫顾老爸拢我咧负责。我陪伴伫老爸身边，伫咧厝里大小代志拢我咧处理。我做我份内的工课，做甲真好势。耶稣咧讲故事，迄细节问题你小可注意者。因小弟倒来的时阵，迄个阿兄嘛还佫伫田两咧做工咧。伊逐工伫咧做到日头暗才倒转来。所以伫倒转来收工倒来的时阵，厝里有啥物代志欢喜咧开 party， 咧欢喜咧创啥物会？所以叫人来问讲啊，咱兜是有啥物喜事通好来迄落？人讲你小弟倒来啊！啊，当然你也听到因这个小弟，毋是衣锦还乡，是落魄，是安尼家伙安尼开了，安落魄安尼，亲像去食倒转来。啊，老爸竟然为着即种的小弟，伊也敢转来，后面子通转来，无甲讲互死都真加载。啊，你即摆佫开 party， 这代志哪有互你值得你欢喜的事？我也赶到出去，转来敢是要佫加分财产的，所以受气，我想伊受气是有道理的。啊，我咧受伊咧受气，可能毋是干那受气因小弟，因老爸遮尔欢喜，伊嘛受气。这个小弟安尼，你佫来甲开 party， 伊无一定比气因小弟，佫气因老爸。我算什么呢？我伫厝里安尼甲你服侍尼遐久，我算什么呢？我毋足委屈的，我即几年做诶，你也毋捌甲我开一个 party 啊！所以迄个家己的委屈自怜，感觉家己真可怜，油然而生。所以长子的不满，我想咱会通体会啦。总是老爸徛伊的高度、伊的想法、伊的看法无共。伊讲你服侍我遮侪年，我毋是毋知影，我知影，我所有拢是你的。虽然你讲我毋捌为着我开 party， 毋捌为着我摕遮样啊，总是，这毋是本来都是你的吗？长子的不满是认为讲，我伫这个家庭的表现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应该得到更多的爱。伊是用我伫这个家庭内底的功能、功德来看伊的老爸会疼，伊毋是用疼的关系咧做这个代志。我毋是为着要疼老爸惊辛苦，所以我远的工课我拢捡起来做。我毋是为着疼的关系来，伊是用伊讲我的表现，老爸你都爱对我搁较好者。所以大家的不满一个就爆发出来。伊伫迄几年中间甲因老爸，我想起来毋是真快乐啦。伊敢若讲对小弟不好，责任拢淡互我。那我一个人咧顾老爸，一个人咧迄落，我就尽责任，尽我的义务去做。伊无法度通徛伫老爸立场去体会迄个老爸对囝迄种的疼。老爸看这两个囝拢好啦，不管伊是一个酷刑的，还是这个好的。你常常甲我伫咧，你常常甲我伫咧，你这几年会通甲我享受天伦之乐，我嘛对你得到足侪疼，这个照顾，我嘛足感谢，嘛感觉足欢喜。所以，伫我的观念中，这个家庭拢是你的，老爸嘛是你的，嘛是你的，你毋免用你的工作来邀功，来互我讲我应该听你搁较侪。你敢无感觉讲，恁小弟？出去流浪10年，已经失落10年，甲老爸做伙迄个温暖的时间。你有这10年甲我做伙，这毋是一个祝福吗？你的兄弟今仔迷途知返，会通互咱的家庭更较圆满。你敢袂定定心内想讲迄个小弟伫外口毋知去互刣死无？你个小弟即摆毋知想讲，你心内敢毋捌有迄个烦恼？今仔会通佫倒转来，这毋是一个大通欢喜的代志。老爸是用疼做出发点，是用迄个两个拢是好的。对我来看，不管这个囝互我偌伤心，偌艰苦心，我看伊是好的。只要伊愿意佫倒转来，毋是用表现来论功行善。所以老爸甲我，你常常甲我伫咧，
这本身就是一个福气，是一个欢喜，总是你无感受到。所以咱今日要背这个圣经，就讲常常点伫主，咱已经是点伫家内的人。你可能是大囝，伫这个教会已经出入50年、60年啊，你已经点伫主来享受介交陪喜乐。我要佫讲伊着欢喜。这段菲律宾4章4节吼，我较爱台湾话的翻译啦。国语的翻译是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啊，我感觉点伫主来欢喜，迄个翻译我更喜欢。所以今日基督徒真多吼，咱大部分拢是大囝，啊伫甲上帝交陪中间，咱毋是用听做出发点，咱是用我的功德来做出发点。我真乖，做真乖的基督徒。我做礼拜拢真少欠惜，我奉献，我服侍，我做。上帝，你应该听我搁较多。用比较的心态来迄度，总是上帝看法毋是安尼。所以伫迄天内底，这个家庭是欢喜的家庭，虽然有一寡波折。迄个细汉囝，互老爸遮尔艰苦心，互家庭遮尔艰苦心了后。伊倒转来，伊的罪拢下面，你若注意甲看吼，耶稣譬如讲，这个囝要长以前吼，要甲老爸讲啥物话吼，迄稿子拢已经写好啊。啊，我有得罪天啦，我有得罪老爸啦，以后我无过，已经把稿子都写好了。总是到遐的时阵吼，因老爸还互伊读稿子，读一半尔呢。你免阁讲落，你转来就好啊，你转来就好，我就足欢喜啊。所以迄个就把它打断了。转来就好了，欢喜你搁倒转来伫遐内底，所以这个第二囝，伊毋是做得到下面，伊的身份搁得到恢复。伊讲伊要做长工，无啦，你就是我的囝啦，我互你恢复你的身份，你的权柄，一切拢恢复你。这是做人倒转来上帝面前，上帝欢喜。所以大囝嘛是安尼，伊毋是干那小弟倒转来，伊嘛搁一摆来肯定，伫即个家庭内底。这个老爸对我的疼是，我所有拢是你的嘛。你拥有我全部的爱，你拥有我全部的迄个尊重，迄个全家团圆的喜乐，最上欢喜的迄个老爸。整个家庭最高兴就天父的喜乐。迄天伫水门前上欢喜就是上帝，因为这百姓的认罪悔改，咱应该欢喜快乐。上帝邀请讲，大家来吃，恁都爱去啉甜的水，恁都爱去食肥的，无个人甲伊相分，这足欢喜的事。大家做伙来开 party。咱较安尼去读西番雅即个圣经，头先咱读的圣经有一点仔后壁遐无写着。西番雅3章15到17节吼，讲耶和华除去你的罪，赶出你的对敌。耶和华以色列王耶和华伫你的中间，啊，所以你毋免阁惊灾害。当迄日。要甲耶路撒冷讲，无得惊。锡安啊，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你的手毋通阁垂落去，毋通失望。你的上帝耶和华伫你的中间，伊是全能的，是拯救的。后壁我用红的字写，伊要为着欢喜你来快乐。上帝为着欢喜你来快乐，是上帝快乐的。伊要因为听你来静静，虽然你无听，伊甲你讲我爱你，我怎么样？总是要为着欢喜你来唱歌，啊！因为上帝欢喜你，接纳咱，迄诚做咱往前走的快乐。所以这个宴会真欢喜，因为对读上帝的话，带出百姓的认罪，然后因开始过大辽亚节。咱知影大辽亚节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流浪，大家拢住伫布片内底，所以这以色列伫旷野咧流浪的时阵，毋是干那因尔。上帝恢复伫因的中间，上帝甲因做伙大，做伙流浪，做伙伫因中间，表明上帝甲人的同住。所以离开埃及最后的所在，才有上帝同在，然后才有快乐，然后才进入伫迦南。咱的人生感受嘛是安尼，上帝话带来认罪悔改。所以咱来读圣经，咱要开始过来读马太福音嘛。嘛，咱大家伫迄个中间来看起咱家己的情形，伫遐来认罪悔改，迄是上帝欢喜的事。啊，搁一届甲上帝好好的喜乐，啊，这诚做咱的勇气。所以是真侪生命真侪条件，真侪艰难。
保罗就是安尼，保罗宏观的罗马，伊竟然写上喜乐的腓立比书，伊是一个随时会顺道的人。伊为着上帝做工到迄个程度，上帝安尼款待伊，互伊去互掠去伫罗马的监狱。总是写腓立比教会内底充满了喜乐。有17届啦，还有人讲你若甲算，你等于才够好啊，甲算法写着关的喜乐，讲有17届以上。所以腓立比书互称作喜乐的批示。简单来讲，保罗伫监狱内底问腓立比教会讲：哦，我因为上帝，我真快乐，啊，你敢有快乐？伊咧问这个自由的人，问这个性命无受到威胁的人。所以腓立比书是基督是我的中心，是我喜乐的快乐的来源。第一章讲基督是我的性命，第二章讲耶稣基督是我的模范，第三章是伊是我的所踩的标，我要用这来跑走。第4章就是咱今日靠上帝来得到快乐。我要佮讲伊，恁着爱喜乐，伊是我的快乐的来源。为什么咱无当喜乐？因咱受环境的影响。哈巴谷书讲这虽然一切拢经济生活真困难，总是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伊接纳我，伊听我。保罗讲我对家己非常的不满，我拄到的代志我真艰苦。总是我要感谢上帝对主耶稣基督，我要得到快乐，得到能力来跑走。如果你是大囝，如果你是一个真标准的基督徒，上帝今日要讲，你常常甲我相隔伫咧，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我用全部的听来听你，你敢袂感受到？如果你是抑个咧放荡伫罪恶的中间，上帝讲，该挂手指，该披身的衫，因为这个囝对失落佫倒转来4个月。咱敢袂当因为即种的鼓励，互咱离开罪，向前来跑走嘛？最后路加15章，你敢会体会到迄个老爸迄种的喜乐？伫即个上帝大家庭内底，不管咱是甚物款的形象，伊接纳咱应该着欢喜快乐。这个就是我的快乐。所以不管这世界外界环境怎样变化，不管咱个拄着甚物代志，会记得传道书3章11节12节来讲，神造万物成为美妙，成为美好，照伊的时诚做美妙。后礼拜咱再过来听圣乐队来唱这条歌。上帝有伊的时，有伊的期，互伊诚做美妙。我望上帝，互咱听咱的喜乐，诚做咱面对头前挑战的快乐。咱就用这句腓立比书4章4节做咱经。咱做来读，着常常惦伫主来欢喜。我要佮讲伊，着欢喜。腓立比4章4节真好背，着常常惦伫主来欢喜，做来祈祷。主啊，帮助阮把握着即个喜乐的秘诀，毋是用阮家己好的标准，阮家己感觉安尼才会通感恩喜乐的标准，却是用上帝你看你所做的万物，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上帝看伊是好，阮嘛要看伊是好。上帝，你接纳阮的喜乐，也诚做阮向前迈进的快乐。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来吟圣诗602首，来回应，请大家起立。圣诗602首。
我叫奉献。请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所在报告，好，下礼拜起，咱礼拜会恢复，好啊，免会即马就是免2场的礼拜拢免事先来预约，啊，请大家当转来礼拜安尼。啊，若是2楼、3楼人较济的，请大家到地下室还是办公室。若是袂当来的，嘛是会当继续看直播。好，到昨哥林多前书的读经已经结束，好，咱足欢喜有足侪人参与伫中间，啊，甲特别多谢团队组甲同工的辛苦。啊，咱10月初4要开始新的马太福音的灵修，啊，即摆有较无共，就是礼拜6会有迄个分享会，哦，就是牧师来带大家看。迄礼拜的圣经安尼，啊，大家当来教会参加，嘛是看直播拢会使。伫礼拜6，拜6的早时9点半。即摆要开始安排10月到12月的事工表，啊，请各团体较紧将恁的聚会活动表交予思涵干事。10月到12月新眼光读经灵修手册已经寄到，若是有需要的，请找办公室摕。告解消息啊，特别恭喜黄明章、陈宗宁夫妇的女婿阮义杰传道，今仔日要伫花莲的信义教会奉牧就任，啊，咱特别恭喜迄个进总长老的全家。好，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家己看。牧师敢有要补充？啊，咱后礼拜开始毋免搁第2场，毋免搁敲电个礼拜啦吼。啊，咱基本上是照防疫规定，如果2楼、3楼坐到105个，吼，咱有算过啊吼，咱的即个空间容量2.25公尺，会通容纳到105个人。啊，超过105个，咱可能就去开地下室，啊，伫遐看直播。毋过至少伫教会有机会大家见面，所以渐渐咱会通毋免搁敲电个礼拜，欢迎恁迄个方便，拢欢迎咱搁倒转来做礼拜。所以咱会控制伫2楼、3楼，差不多105个人左右。啊，如果超过105，楼骹的招待的同工会请你到地下室，啊，无就办公室，啊，我们就分散安尼。毋过至少会通来教会，这是咱后礼拜新的尝试。啊，第二个就是头先一如即事有报告，咱10月初4开始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28章，大概为10月会读到每年的1月，吼，啊，大概一天有差不多不到1章的进度啦，吼。啊，咱今年即届较大的变化就是，咱今要读5天，拜1到拜5，咱会用咱的官网上迄个读经进度跟默想，甲祈祷互你，啊，咱家己听，家己迄落。到拜6，我们先尝试讲拜6下晝9点半，吼，可能会带咱4楼吼，啊，你若安心，欢迎你来参加一个查经的分享。过去这5天，大家读的有啥物问题？啊，差不多45分钟的一个聚会，啊，实体伫迄个所在，吼，有几个人无要紧吼，啊，毋过咱会用 YouTube 伫遐来传播，所以你会通伫 YouTube， 像咱即摆咧直播共款，9点半你会通直接伫遐看。啊，如果迄个时间无方便，咱有录音起来，录影起来，你后摆去 YouTube 去看，总是较无方便的，你袂当参与伫讨论啦。即摆目前也无要到
用 Google Meet 来做迄种的，还没有到迄个技术还未到遐个，所以咱10月初9第一次的聚会，毋是即礼拜拜六哦吼，10月4号咱才开始读，所以第一次的实体查经聚会10月9号9点半，伫遮差不多45分钟、50分钟你若要来了解当然咱要家己先读5讲以后才来啦吼，莫讲拢无读来都要参加伊咯尝试这个办法看看吼，多谢咱大家。上营397首，请大家起立。上营了，请牧师就倒。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别的。